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Maggie，我係 Elegant Beauty 嘅創辦人，我同時間亦都擔任好多嘅美容機構嘅培訓總監。咁我係一名資深嘅美容導師，咁我亦都前線嘅經驗我亦都非常之豐富，我有超過20年嘅經驗。咁我頭頂上邊嘅國際美容認證咧係我其中一部分嘅證書嚟嘅。咁時至今日，我仍然不停係進修同埋增值自己。咁點解你哋會撳到落嚟呢一個 channel 咧？就係我嚟緊咧，我會分享好多嘅美容小貼士啦，特別係無論係男士或者女士。咁有啲人係唔能夠嚟到美容院啦，或者佢哋想攞一啲免費嘅小資訊袋落袋。咁其實護膚唔係你哋想象之中咁複雜嘅，只要你用個啱嘅方法嘅話咧，其實你哋都可以好簡單做到一啲基本嘅護膚噶啦。咁所以呢一個 channel 咧就係我會解答大家嘅疑問啦，因為我哋一直以嚟收到好多 inbox 嘅問題。咁如果有時間嘅，我都會盡量抽時間解答同埋拍片俾大家。咁大家記得要 follow 我哋嘅YouTube 啦，跟住仲有 follow 我哋嘅 Facebook 同埋 IG。咁我哋一有最新嘅消息，你哋即刻可以睇得到我哋嘅影片啦。咁從而間希望可以幫到更加多嘅人啦。